我哋皮膚表皮層中嘅基底層有一種黑色素母細胞，會分泌無色透明嘅麥拉寧小體。當皮膚受到強烈紫外線照射，長時間面對電子屏幕、生活壓力、內分泌變化或者外在環境刺激等因素影響嘅時候，有可能活化酪氨酸酶，促使麥拉寧小體內產生黑色素。如果黑色素分泌過多且分布不均，就容易引致膚色暗沉、蠟黃同斑點嘅形成。Active Plus 美白凝凍加強版配方蘊含多種營養成分，可作為日常肌膚保養嘅輔助選擇。產品已經獲 GMP 認證，佢嘅升級配方從3大方面幫助提升肌膚整體狀態。首先，亮澤膚色，均勻外觀。配方有助肌膚應對氧化壓力，改善膚色外觀，令到肌膚更顯均勻亮澤，並輔助淡化肌膚暗沉感，同時持久保濕，提升水潤。佢具有強效保濕成分，能夠為肌膚提供持久滋潤，幫助維持肌膚水嫩飽滿嘅光澤感。此外，防護支援保持彈性，佢可以幫助肌膚抵禦日常環境因素同氧化壓力，維護肌膚健康，並促進膠原蛋白合成，令肌膚睇落更柔滑有彈性。整體而言，產品有助皮膚展現均勻亮澤、柔滑飽滿，煥發健康光彩。產品裡面嘅谷胱甘肽係產品核心成分之一，具有抗氧化作用，能夠幫助肌膚對抗氧化壓力。配方同時配合玫瑰精華、含玫瑰幹細胞同專利玫瑰花瓣萃取，前者有助維持肌膚健康，後者則具抗氧化活性，能夠協助肌膚防護日曬造成嘅影響。另一重要成分專利番茄精華，主要含無色類胡蘿蔔素 （CLC），有助肌膚抗氧化，並為肌膚提供對抗 UVA 同埋 UVB 嘅天然保護。當中再加入專利蠶絲蛋白，富含絲氨酸，呢種成分具持久保濕能力，能夠幫助提升肌膚彈性同保水力，同時有助撫平細紋。配方中亦都含有玻尿酸，輔助提供高效保濕功能，有助維持肌膚水潤飽滿。為進一步呵護肌膚，我哋仲加入葡萄皮萃取，含有豐富抗氧化劑，係一種天然肌膚護理成分。最後加入維生素 C， 有助肌膚健康並促進膠原蛋白合成。Active Plus 美白凝凍加強版建議每日喺餐前直接或者冷藏之後食用一條。產品適合關注肌膚狀態、經常捱夜、長時間面對手機、電腦或者喺日曬環境下活動嘅人士，作為日常養生保養嘅一部分，幫助肌膚展現健康光彩。